后来乡亲啊，可能阁有风台要来形成咯。目前位置的关岛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继续咧发展，上紧明仔载都会增强为今年第12号的风台奥麦斯。目前离台湾还阁有一段距离，这个各国预测的落草嘛无相同。气象局讲，接落来都要看高压的强度来决定对台湾影响的程度。明仔载开始，锋面挖进台湾，所以明仔载后日2天的天气拢无稳定，尤其是过昼的雨会落真大，天气乡亲爱特别注意。台湾早起好天有真凉，就算刮吹啊，嘛要去公园晒一下日头、散步做运动，因为提醒乡亲要变天。目前伫关岛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慢慢在发展，估计上紧明仔载就有这个机会变成今年编号第12号的风台奥麦斯。不论是大气或海洋的环境，在未来会让它会慢慢的会发展。在星期六到星期天这段时间，它未来是有70%的机会会落在这个范围。虽然目前看起来大环境适合这个热带系统的发展，不过又有真大变数。欧洲估计伊会减弱，加拿大预测讲伊会挖台湾东边海面了后转北，美国路线比较较偏向往台湾来。不管安怎，明仔载受到方面的影响，各地拢会落雨。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东退，预估星期3、星期4北方这锋面会移动到北部海面。除了花东地区还是会属于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以外，其他各地已经是一整天不定时的下雨。提醒乡亲，未来这一礼拜天气较无稳定，要预防大雨可能带来灾害。若无落雨时，可能较湿热，买雪字唔通着霜。